洒的世界，无人袂懂。你记得吗？你记得吗？该秋天天春的西路，紧行紧冲过，该紧往西日头下，紧往西日，该紧往西日头下，永远的结果。我唔记得路，我唔记得路，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行呀行。周大山，你怎么越跑越慢啊？老师，我一直跑，快要累死了啦！可不可以给我休息一下？还敢跟我要休息？这2天都没有达到平常的水准。你知道出赛日期快到了吗？知道啊。老师，你让我休息1天，比赛那天我一定会跑很快啊！你还跟我开玩笑嘞，大山！老师把所有期望都放在你身上，你一定要拿第1名哦，知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你要把希望放在我身上？马老师，练习完了吗？差不多了。我应该要听谁的？他说了算。那好，晚上我想要去逛百货公司，你可以载我去吗？好啊。我先回家换衣服，晚一点你再来接我。莫老师，我要学校你来这边哦。老师再见，拜拜。你刚刚在胡说什么？我真的很喜欢看到翁老师啊。老师，那我们还要不要练？当然要练啊，再跑2圈，你就可以休息了。啊，还要跑？啰嗦什么？赶快去跑啦！还是赶快回去换衣服好了。周大山，你不要偷懒啊，老师会看着你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偷跑，那我也要。歹势吼，临时喊唔出来，袂当问面么？无啊。安尼见面唔会影响你也约会吧？啊，我哪有乜介约会？嘿咩？唔过上班挨杜路风，看到该站起来飞足地哦，二两嘛喺动电队耶。计迄同事唔系你上嘅案哦。嘿咩？爸妹，你安管家亲爱到底有乜介事啊？喊迄味道小主，若看见最近行为动奇怪哦，喊迄老一街想嘛爱说来出去，哦，了到底嘛开事情哦。应该去问佢啊。哎，司机嘛该都唔讲，来紧张咧，将来亲伊的啊。小芬啊，你好歹老小主嘛是乡下太的，出山按几两家有嘛该人数，出山小主说实在，东海老二比来比去，但是大家还是好朋友，错吧？我一出老喜咧口当做好姊妹看啊。该是迄啦，假如迄唔迄都拢爱讲一条小子该事情，本来都关心佢啊。咩啊？小芬，你迄唔讲，谁无尊重爱俩只老人家哦？爸妹，你唔好为难我。我唔会为难你啦，根本来说问你的话，我一句话是唔会老小子讲，
你先老爱讲，该小嘛爱，迄做嘛该条路诶。伊迄福教嘅体育先生，体育先生，家底到底好无？俺唔迄懂清楚，俺伫家福卡带到山档，迄原住民。原住民，倒大家福下有寄托田地哈，迄唔迄网族？掠俺就唔知咧。哦，该两啥乡下有几久的喏？你应该知吧？伊就应该无算乡下的。该俩最近寄两啥乡下，俩位用蛮解释。这样爱知的，今日咱好一只先生相吵。娘人哦，伊本来仲甲伊福教嘅郭老师，也唔点样诶，让恁改变心意，和老马老师打赌，讲马老师嘅后生诶周大山得到运动会嘅第1名，就叫恁老去来无？娘人哦，哦，小主唔天天的呢，用啊娘人的方式来结晶起家系容易办，啊，该唔系条万人点小球无两样嘛？啊没有哎，俺妹用妹做啊了啊，唔知条田的事情，啊，佢听说到马开书记，小文，你夹条老了爱的事情，好好拢爱讲一篇，本爱较了解。像我现在按这个滑鼠的左键，然后点到这边，就可以进入你想要进入的网页了。啊，来，您试试。啊，这里吗？啊，对对对，点这里啊。对啦，真的哎。是啊。那古先生，你再将那个滚轮往下推，啊，这个。来，你看，网页就会向下，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内容了啊。还真的蛮好玩的。我想电脑应该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困难了吧？嗯。而且啊，等你的网站架好之后，我相信你会越用越顺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问苦茶妹啊。现在啊，学校都有教如何使用电脑，小朋友用电脑都很厉害呢。是。哎呦，俺嘞，太 C 了，这么麻烦郭老师啊。不会。今天啊，到这里就好了。走之前啊，先喝杯茶。好啊。郭老师啊，你今天辛苦了，来喝杯茶吧。谢谢。大家坐。好。老师啊，你再吃吃看啊，我自己做的香酥茶叶。哦，来。怎么样？很好吃哎，这好像是用油炸的吧？是啊，茶叶卖不出去啊，就换个方法吃。我觉得还不错吃。古先生，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思考，如果以后你的茶叶供不应求要怎么办？这我倒不敢想哎，不过经由你们的鼓励啊，我还真的是跨出了一大步嘞。其他的茶农知道我在学电脑啊，都说我这个老古板啊，竟然开窍了。他们还一直说啊，你能说服我啊，可真不简单。这不是我的功劳了。林老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对哈，林老师这几天怎么都没有来啊？我听茶妹说，她连稿子都托茶妹带回家来给你。你们在学校都不说话了，是不是吵架了？倒不是吵架了。那是为什么呢？哎，说出来嘛，不要放在心里。我一直觉得林老师是一个很热心的女孩子。我们几次的相处下来，我真的觉得很跟她谈得来。可是我这几天才开始发现，她说跟我聊天、跟我说话，好像是要打听
他弟弟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为学校参加比赛？你是说林志宏啊？当我知道这件事实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蛮难过的。我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厢情愿，林老师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这么说，你喜欢上林老师了？我的确对他有好感，可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想。郭老师啊，你不要想太多了。据我的了解，林老师并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我跟林家尘耕土地啊，那么多年了，也往来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看着林老师长大的吧。他热心善良，跟林长寿啊是不一样的。也许他是受到林长寿的交代，才来跟你打听消息的。他并不是利用你。也许啊，这孩子真是有苦衷啊。他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势利。别误解他，试着去了解他。你才细年呢，本把连水梦都在讲空话呢。连做娘子，唔系做咧亲好，娘抢要关心骗你个细年呢，啥唔记得？你妹强用迄细年呢？强用谁又敢关心你？老师，几秒啊？今天成绩不错，如果明天能维持这样的成绩就好了。大山你跑得好快哦！还好啦。天哪，掠到周大山，应该唔会真日本来做第一名呗？你这么老马见熊熊哦，你还休困得老惨。周大山，你有那么多的同学当你的啦啦队，还对你这么好，你明天不要让大家失望喽。知道啦。老师，如果比赛跑第一名的话，有没有奖品啊？学校应该不会准备奖品啊。啊？为什么上一次比赛就有奖品？上一次是班级比赛，不一样啊。你跑步是为了争取荣耀，还是为了奖品？我都想要啊。你太贪心了，一点也不可爱。好了，不要想奖品的事情，快点回去，好好准备，明天赢个冠军回来哦。好了，你们也该回去了。老师再见，再见。再见。苦茶妹，老师，等一下你帮我请周大山跟其他同学去吃冰。老师，你为什么不自己请啊？我不想要让周大山知道我请客。对，最重要的，你待会帮问周大山，他想要什么奖品。奶奶嘿，你下去主动迄个做了个无聊的大肚。你为咩抱歉？哎呀，做唔得啊！佢嘅个性已经非常爱太发脾气嘅用办出来出接去参加啥菊花欣赏回家了。哎呦！哎，你都生日嘞，行路爱看路哦。太细啦，阿姨。大山，你有的吗？没有。叫就好嘞，你看树上嘞，天公你去做不得参加比赛诶。我没受伤啦，
我明天一定可以跑第1名的。这就好嘞，这两个人是本有你强哦。怎么那么好啊？是谁写的？俺这唔得讲啦，反正两个人庆祝周大山只有第1名就错嘞。拍摄哦，阿姨。没事啊。周泰山第1名啊！就迄个，阵个立咱摕海无奈情，都来前飞功夫。唐老师了。对啊。大山，你还没懂什么奖品啊？瘦哥，如果我有基金最好了。怎么该？因为上次我比赛得到第1名了，我就得到基金，我就拿给我男木喝。我男木还说他很喜欢喝哦。我妈也说这个对他身体很好，所以每次回山上都买给他喝。所以你希望这次也有基金到场比？嘿啊，我家里都喝光了。基金？反正啊，你成功以后就去好嘞，莫会有奇迹哦。娃子，你在说什么啊？阿姐，你很奇怪呢。就要出去好好跟门去哇。其实是怎么改变他们的看法？反正你讲不会犯你哦。那你给他试试嘞，给他这么。哎呀，两条这鬼用蹦就多久？哎呦！那你干嘛一直跟着我？阿子有啊，小木你，你要问我什么？哎，唔对做人家，阿子呛死了。对不起啊。你天公子，还没有去参加运动比赛呀？对啊。你呀，先老师，还没有问到马根。对啊，你怎么知道？你莫插阿子有蛮地道该。生日呢，阿子有话老你参详。天公子，你做点莫招体的名目。为什么？生日呢，莫问安多做嘛该。如果我不跑第1名的话，我会被老师骂死哎！我不管你。爱帮忙公车，你有蛮叫呢？嘿。哎呦，俩小鬼，动尾走，用个啥？有办法嘞！基金，我知道了，苦茶妹，谢谢你哦。周大山这孩子还真是孝顺啊。哎，郭老师，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买东西，你可以帮我值个班吗？好啊，你去吧。好，谢谢。林老师，你不用因为那件事躲避我这么久吧？你最近很忙吗？4年级代表我已经决定人选了，我选的是谷阿明。你是指导老师
本来就该尊重你的选择，没有必要先告诉我。我告诉你，是因为我希望我做这样的决定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出去聊天、吃吃饭吗？赵东国小您好，翁喜禄的太太，请问谁是翁喜禄？翁喜禄是本镇有名的地方人士，你不知道吗？你是刚来的老师吗？好了好了，不管了，我跟你说，听说你们学校明天有运动会，我先生呢有准备奖品，要送给前3名的学生，你记得点收哦。哦，明天拿出来发给学生，知道吗？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郭云天。郭云天。好，明天我要是没有看到奖品，你就糟糕了。我告诉你哦，每一样奖项我可是都写得很清楚哦，你不要搞错了哦。老板娘，请问这里有卖鸡鸡吗？哦，先白菜条啊，嘟嘟买菜。奇怪了，怎么那么多人爱喝啊？志峰，今晡日好教育运动会，你爱好教天出头好加油吗？志峰，你对该看乜解啊？看起来就做事啊。郭老师从平常来讲，恩爱吼，就看起来就做事。呀，咱发现到吼，伊做事都真神奇的。我当上发哥，不过乱菜。那个总府发到唔好，先生今天唔会听人去比赛嘅啦，我用个实真好啦。抓三！你等一下一定要全力以赴，拿出学你妈妈的力量出来，知道吗？老师，你已经说很多遍了。我是怕你忘记嘛，别忘了，其他的同学老师都没有特别指导，你是输给他们，你就太丢脸了哦。老师，你放心啊，我不会让你失望。那就好，如果你跑得好的话，老师会准备奖品给你哦。真的啊？是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加油！郭老师，这是什么？有人赞助学生奖品。郭老师，我不懂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很纳闷啊，可订货单上这么写的，还特别叮咛叫我不要摆错。7金，第3名的奖品比较好。哇，基金耶，第3名的奖品啊！惨了，该不会为了奖品？参加百米计赛的选手，准备就位。
有话等一下再说。可是大山的妈妈跟你说话马老师，我们大山说过你很疼他，真是谢谢你啊。应该的，应该的，哪里？老师，我们要帮大山加油，要做哪里比较好啊？跟我来。赵大山，你听水哈，千万总得做天命啊，拜托。选手就位。我不要第一名，我要基金。对。南部啊，大山，我第3名哎，可以得到基金啊！我们家大山第3名哎。志峰，董念，恁丢东西。阿姊倒车。介意伫摆假发站无？介意假发汉摆有机会，阿姊要推你来看，好唔好？阿姊，来当戏份等下出来搞哦。你发现爱推你出来了，做阵拢爱讲啊。不过，你着出岛无下，阿爸无下，你伫底好教嘅同学，那3年伫个木卡。都无攀，都无意思诶。无所，来去巴图，来去戏份巴图，会晓戏份顾老师，来当期望顾老师讲的巴图。不过，机动枪唔戏份爱，还戏份顾阿妹。我爱用嘅事情，顾老师对大家好生的就懂好，你要懂得啥呢？我喜欢顾阿妹嘅发，阿姊，妈妈吃到顾阿妹嘅发气神气，不过爱用上网，做放唔出爱用嘅发，来真紧当中做嘅发干呢。志峰，阿姊替你懂用心，了摆发唔好，汉摆一天还用机会，你唔好放弃，好唔好？马木，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鸡精耶，我帮你开一瓶。大山，你真乖呀。周大山，你这都按照这奖品，挨着看人嘅奖品，然后好交给问下去好嘞。好啊。原来大山的阿嬷喜欢喝鸡精啊。是啊，我觉得大山可能是因为要领奖品，所以故意跑第3名的。马老师他现在一定很难过，他昨天也买了鸡精要给大山哎。周大山，老师，老师好。好。大山，老师，对不起，
我下一次一定会跑第1名的。马木，这个奖品是给大三的，也是给你的，你要多喝一点，好好保重自己身体哦。啊，老师，谢谢你啊。老师，好，不要说了，赶回去了。马老师，刚刚的比赛，你都看到了，10几秒钟就可以决定一切了。我想，这应该是你想要的答案吧。我很清楚，那一天你只是兴致一来，随口说的，其实说完马上就后悔了。那样也好，既然老天要我们有缘无分，那我就不强求了。我没有遗憾了，毕竟我努力过。谢谢你，给个我希望。算短短几天，但是我真的很快乐。马姐，那个阿妹，你来做马盖？哦，你做马盖开心事，叫我来学教。你在讲马盖呢？哎呦，阿妹讲马盖，你心感度最清楚啦。你啊，老爱转你。阿妹，一出道根本呢，会当了解脂肪，都需要家人嘅精神上嘅关爱。我两尾伫了下才发现，脂肪阿姊当上不从以前对你嘅无注意，我应该用帮助，将做的本年请转来痴心落笑容。马老师，你还好吧？我没事啊。可是你跟汪老师，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随缘的，只是这一次进来败给那对基金，实在是有点不甘心。所以周大山真的是因为基金去拿第3名啊？他孝顺，我没话说，只是我有点遗憾。他是个好手，我训练他这么久了，没想到败在这一回，实在是。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把那些奖品拿出来。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翁雪露会突然送这些奖品到学校来。你说谁送的？翁喜露啊，你认识他？翁喜露，他是翁老师的父亲啊。你老外错哦，我要访问你。阿妹，在本年读书、受教育，你有没有相处的方式来决定人生的另一半？哈？哈，你还意思读书人，迄为人师表应该做的事情没？你用咩电脑？迄谢份老你讲嘅？哼，骂人老爱讲无重要，像那迄爱对你沁人心啦，都安太咧，还搞咧圣人的把戏，哈！你想看心眼没？给胆枪去讲听听，再讲
周大山佢有冇做第一名？哦，妈耶，该生日呢，正经做出第一名。哦，你就会留来送祝福的嗰个咩哈？迄个个，你爱上交男朋友，做啲老还没讲啊？啊？嘿，我先生，嘿，冇中意你，都会迄条件优秀的谁来欣赏你啊？你含烦恼，寻无对象咩？阿妹，讲到最早的吼，你第一杯水分你啉嘛？你chef分都慢抖吧。老婆啊，那你没有出堂到人哪里啊？发生嘛个事？还没爷妹，夹到老爷妹，天面煞好势龙啊！我本佢啊，糊里糊涂做公司。嘛该公司啊？阿妹，我拜托你莫再讲了好冇？再讲，我老马老师已经结束咧，我唔要留佢乡下，你唔是小丽啦。你讲哟，该最好。老公，难得你出差转来，真忝哦。我煮饭帮你吃好。等下。我甲阿俊办公室啊，收到一张啊欠款单，讲迄运动会奖品几钱啊？这奖品啊，嘛什么老公，看咋个讲哈？嘛该看咋个讲啊？讲啊！像我这种身份啦哈，为买这便宜东西啊，嘛该啊，总嘛该价钱爱分第3名啊，又敢唔错嘛啊，也较贵呢。来看，阿妹，这底奖品係你買哦？为买老眼讲啊。好咧，唔好搁讲咧，送都已经送咧，以后嘛该讲诶。阿妹，你迄条丝准备了底奖品係冇？唔就係啲哦，周大山佢上愛價錢誒，故所就準備了底電路係冇？阿妹，你本來變到一啥，講法冇信用給你啊！我真嘅幫你看死啦！今天真高兴，就有鸡精好喝了，真乖呀、阿木，等一下哦。谢谢，让我拿吧。两虫哪样嘛？可以啦。周大山，那条工只有第3名嘅吼。俺用阿妈老师一天动艰苦，唔听讲你出了几费事力哦。谢谢，再见。再见。好，再见。哎，阿姊，要得去耶，做得得得的吼。留下來啦，周大山還係有機會比賽嘅啊，一定係做得聽書記加油啊！陆生，茶是倒甜身體。好。你先轉去吧，讓老志峰去買好東西，等一下就轉去。茶妹，志峰，阿姊老姑茶妹講幾句吧。安用，我先轉去啦。哎。林先生，林志宏用的喏。哦，伊心情無嘛介好。佢心情唔好，嘅我去了佢講法。好啊。你哋去看運動會係冇？周大山表現好冇？因為我得到獎品，只有你第3名啦。乜解？林志宏，哎呀，林志宏，你再哪一下啦？林志宏，怎麼嘅係你都唔上來呢？唔會嚟啦，係青島唔啦。你怎麼嘅講嚟啊？係青島昆東把嘅顧老師嘅用嘅啦。我怎麼咧？韓國冇，唔故意當然來電顧老師，還把你發嘅圖拿本幾看，還將其興幾副考試班，韓國冇。你亂講啊！係真冇亂講嘅，係都有看到啦。你想
阿咪所比赛迄无，你真唔伫见笑的啦！你要怎骂人哦？你真唔伫见笑的，你拿东西进来，你去败啦！哎呦，你这里拢对你咬的你呀！你真对你挠了！哎呦！你都对你挠了！你刚刚在干嘛干？阿你，师傅，我打来了！阿你，你用这么眼干哦？迄个是妈来的，迄是拿东西顶来的。好嘞，不过迄妈才先同事，上班就唔错。你丢用啥？不熊费舍林。师傅，迄只又强又快嘅你，来做嘛甲二老去比赛你呀？歹势，顾长妹，知逢某番日。我有囡仔先生，你生迄7年之后来替阿明转去啦。你个sản夫都太高的呢，你个书毛皮留下来呢。你妈哎，又强又快，来咬你，来磨一个上你啦！你唔开门也无要紧，同阿姊讲几句话好无？阿姊唔想骂你，你根本你骂过阿明，佮东港区你知无？也福较强虎，你也唔许佮做对性格，你用番做得用法来骂佮。你上款呐，假使你黑佮，你做得是爱用个苦无？家父较无人稀，家父较也无天师，要你给实践，你做得稀了，记录家己爱去查验做事，佮目前好买东西食，还有连菜色比都买唔起，伊都按辛苦给生发，你用做得用按钮给法来笑自己。乃弟，你为了美术班嘅事情动脑顾阿明。不过按用骂记，迄唔好嘅。你那伫太细，就应该拿出本事老去竞争，唔系用上大嘅方式来出戏。子凤，阿姊相信你还系当轻松顾阿明嘅。你唔系也讲过，顾阿明发嘅图当好当贴配。你上款哪嘞？你用上以前也系同好嘅，伊也同照顾你俩只朋友。无伊也唔会一趟当你心情唔好就去请你。子凤，你说系意思嘅，朋友系永久嘅。听讲恁去老顾阿明费舍里，好冇？出产嘞！因为林志宏妈来给我钱，唔出安样。阿爸讲过啊，会令人强，不过只做唔得强啊。万一迄唔对，总嘛该林志宏出人家按咬来。伊听迄人做唔错事，佮怎会安样啊？爱怎无嘞？佮还妈爱，爸叫郭老师诶。可以出去和老佮讲，做唔得冇费你啊。无诶啦，
基本伊倒来，我怎无去插记咧？过来。师傅，师傅，你有事吗？啊，你讲嘛该啊？讲嘛该，伢来当伢来啦，伢来都偏眼弄啦。嘛该啊，伢来大伢来的哦。无猜伢同天数万多，无敢请伢无上高咯，还偏伢来就当伢来的。风路人悠长，一杯酒出送一送我，木质的路，上剑就唔知海奈。